亲爱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毋知你有注意到无？后礼拜你若过来教会做礼拜，就已经是2023年啊。顶礼拜咱教会有成人含小儿的洗礼，咱真欢喜看到因愿意接受耶稣，成做因的救主，嘛成做咱属灵属灵的人。伫2000几年前，这个节期，耶稣道成肉身，成做人，含咱活伫这世间33年久，伊成了神约。那么，只有相信耶稣是替咱死伫十字架顶，洗清咱的罪，嘛受洗礼了后，咱才会当互上帝算咱做义，算咱做圣洁。安尼，咱才会当含三一的上帝做伙，伊嘛愿意住伫咱的心内。只是咱三个来祈祷，主庇怜悯。阮的天父上帝，阮是感谢你，伫今年的最后这个主日，阮是遮尔啊幸福，会当来到教会做礼拜。虽然这几天外口的天气非常的寒冷，但是阮的心是遐尔啊火热，要望你的天气。阮想要来仰望你的面。要来敲找你，愿你搁再一摆对阮来显明，你对阮的疼。感谢你这几年来对阮的保守。虽然疫情造成真多伤害，甚至死亡，总是无论环境如何，阮拢相信上帝你永远最王掌权，直到永远。特别是伫这个圣诞节期，阮特别爱来思想你对阮的疼。你将独生囝耶稣基督赏赐互阮，互阮无地高灭亡，阮得到永远的活。只是恳求你，搁再一摆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互阮会当安静来听你的话语。嘛将启示含智慧的灵赏赐互阮，互阮来当哪来哪明白你的真理。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伫将近3年的时间，全世界拢伫咧疫情的攻击中，甚至咱嘛知影大陆最近因犹原搁较举起来，因的药啊，大家拢抢拢无吼。这疫情事实上也阁还未完全的平静，所以教会阮啊为着大家健康，采取搁较严肃来面对这个疫情，所以咱拢爱戴口罩哈。事实上，这个疫情死去的人，超过伫战争来死的人，嘛造成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真侪事业受到冲击，经济嘛受到真大的影响。尤其最近咱新闻常拢有听到物价搁要波动，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感触会到。所以伫今年的圣诞节，咱搁较需要有对上帝遐来的平安含恩赐。这几年来的不安的环境，就亲像今仔日的经文的时代背景。亚哈斯王伊面对2个国家的攻击，伊心内惊吓不安。上帝伊拢知影，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想要互亚哈斯王一个预兆。这个预兆就是上帝要救赎人。这个经文呢，讲到是这个囡仔是为着咱来生，伊要统治咱，伊的名是奇妙的导师，全能的上帝，永远的老爸，和平的君王。
佮伫马太福音1章23节，嘛讲这个囡仔名叫做以马内利，也就是讲这4个面相，耶稣以4个面相要含咱三个伫地。那安尼，什么款的上帝要含咱伫地？这是咱真正爱来思考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含咱三个伫地的上帝，伊是会想要控制，还是威胁你，还是迫害你，利用你的这种的生命，你敢会想要爱，或者是另外一种的生命？亲像咱的天父，伊是点点啊要帮助你、安慰你、鼓励你，并且伊有迄个能力祝福人，互人稳定的生命。安尼，你要爱对这种的生命呢？所以，人物以马内利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三位上帝，愿意看咱三个大。第一个特质就是奇妙的特殊，奇妙的意思是无平凡的，是学得了解，是深入，是超越想象。特殊佫会当翻译做无私、建议、安慰的人。那你讲起来就亲像咱较爱讲，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迄种智多星哈。但是以马内利呢，凭智多星，又搁较智多星是非常的聪明的。这位上帝，伊要看咱三个斗阵，毋是干一个口号，因为伊伫2000几年前，伊就实实在在活伫人世间。活了33年久，比顶42日顶3日搁活。伊即摆已经就天，坐伫天父正边，伊嘛活伫咱看袂到的空间中间，甚至伊活伫仰望伊的人的心内底。伊是会带来奇妙、神迹的发生。当咱若拄着困惑，毋知要安怎行的时阵，伊就要来真做咱的劝勉，互咱策略，互咱建议，互咱方法。检查是一个感动，或者是诗歌内底的歌词。嘛，有的人是伫咧读圣经的时，经文就会来对伊讲话，甚至有的人是真正听到声音。上帝总是用咱会当捌的方式对咱讲话。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少年的兄弟，伊已经结婚啊。伊今年的2、3月，伊去投资虚拟货币，即摆上行的，结果真正有赚到钱，伊就定定伫咧网络顶面，又搁看到一个投资的机会。这个广告是讲，如果你放一寡钱入来我遮，半点钟了后，你就当得到10%的利润，也就是1成的利润。伊一开始，伊胆，所以伊放一点仔钱入去，真正半点钟来，伊就看到迄几个回倒转来，加一成，伊就讲啊无，我搁再加一点点。又搁再加一点点啊，甲伊放入去，真正半点钟来，又搁一成利润过来啊！哦，伊就非常的欢喜，但是已经差不多爱困啦，爱迄个关灯去睡觉，伊就想讲安尼我放搁较济钱入去。伊讲我放较济钱入去，检查我明仔载困醒时，这钱就入来啊！无拍算，伊隔工拍开伊电脑的时，啥物都拢无。伊才发现讲伊互诈骗啊！伊非常的惊吓、艰苦，
伊毋知影要安怎去面对伊的牵手。但是有一个声音甲伊讲：你爱诚实，甲恁老婆讲，伊就照咧安尼做。讲实在，这是无简单的。我相信伊一定演练好多遍，伊就甲伊的太太讲，伊拄着安尼代志。伊的太太一开始嘛非常的艰苦心，就甲伊问讲：那安尼咱敢有存钱？伊讲有啦，我无甲全部藏入去。伊太太就讲：安尼好啦，安尼就算上帝要甲咱磨练啦伊就是惊咱以后阁会拄着相款这诈骗的代志，咱会袂晓处理。伊看到伊太太无安尼甲伊责备，互伊因为顺服上帝，甲伊提醒爱坦白，甲牵手讲的建议，互伊婚姻度过极大的挑战。对伊见证，咱会当看起耶稣是奇妙的牧师，引带伊行正确的道路。这位兄弟坦白甲伊牵手讲的话，这是互因两个关系中间无有白贼欺骗伫咧内面，这是非常基础人和人的关系。嘛，因为安尼，互这个家庭无因为诈骗集团来破裂，反倒互这个兄弟看到因太太好行为，对教会煞搁较火热，常常都来教会参加活动。奇妙的导师是需要咱用心去听伊要对咱讲的策略、方法、和建议。而且咱爱愿意顺服去行，安才有效果。耶稣嘛，毋是对每一个人讲的拢相款。所以今仔虽然这个兄弟是这个见证，但是我相信上帝对咱每一个人拢会有无相款的引带。但是诚实是非常重要的基础。上帝以马内利不只是奇妙的导师，伊嘛是全能的上帝。伊要给咱三角大。全能的意思就是强大、强壮、有力、大能。伊是大能的上帝，伊会当互无变做有。咱伫五块饼、两尾鱼，会当75000个人，这个见证就知影。上帝是会当互无变有，互水变酒，互死人搁活，嘛会当赐予相信伊的人有新的生命。有人形容三一上帝的全能是要安怎来讲伊呢？就亲像，如果有一个人，伊有真侪财富、名声、地位、学术。但是要救主耶稣，安尼就亲像一个无意义的数目，就亲像两个零放做伙，00，5个零若放做伙是00000，5个零，嘛是无意义的数目，相反是0。但是若有耶稣基督真做救主，就亲像这个数目内底头前摆一个1。伊咧后壁若两个零，安尼就有意义啊！迄就是100。如果1的后壁5个零，安尼就是10万。也就是耶稣会当互咱的人生对无意义变做有价值的人生。但是我看到真侪互上帝祝福的基督徒。伫个代志解决了后，伊颠倒将主耶稣弃杀，互家己的人生，搁倒转于原来迄个无意义，堪上帝隔离，无搁再互上帝纪念，这是我尔可惜的代志。最近我看到一个赖的图片。
是写着一个律师，伊要去法院开庭，总是伊开车开到法院遐的时阵，拢找无车位。伊看时间已经用要到啊，哇！伊个迫切祈祷，讲亲爱的天父啊，恳求你帮助我，会当找到一个车位。如果你也帮助我找到一个车位呢，我就愿意要来解婚、解酒、解食，而且哦，我逐礼拜拢要去教堂。伊祈祷煞，我是毋知伊敢有目睭瞌瞌。祈祷煞，就看到一个车位啊！伊随反悔，跟祈祷讲：亲爱的上帝啊，毋免麻烦你啦，我已经家己找到车位啊啦。咱是毋是有当时嘛，亲像即个人安尼？上帝是无所袂为、无所不能的哈！只要你想会到的代志，伊拢会当诚做你的帮衬。有一个打卡要开始创业的兄弟，伊伫今年初去外国参加商展。但是，迄门票非常的贵，差不多咱台湾台票8万块一张，对一个新创业的人，实在是一个大数目。所以，伫要去这个商店、这个旅程的时，伊就伫个小组拜托伊的太太、含遐小组的兄弟姊妹，为伊这个旅程来祈祷。等伊去到迄个会场将近1-2千人的会场的外口还未入去的时，所以拄到伊一个老朋友，这个老朋友20几档拢毋捌看过，嘛无联络。伊这个老朋友嘛是基督徒，因就伫遐聊天起来。结果这个老朋友甲伊讲：哦，我来到这个会场进前，事实上我已经代志拢处理好势啊。所以，阮有入去这个会场，含无入去这个会场是袂要紧的。所以，将伊的门票来送互这个兄弟。恁敢无感觉咱的上帝足奇妙伟大的，足全能的？就安尼为这个兄弟省落来一笔钱，上帝祝福。常常是超越咱会当有聊的方式。我相信，若毋是上帝伫内底咧做工，伫遐尔啊侪人内面，你要找到一个熟悉都真困难。何况这个人是送这张票要来互你的。所以，这个兄弟伊就爱倒来台湾啊。迄阵啊，要坐飞机爱个用 PCR 快筛的检验报告，无想到伊的报告。煞延迟真慢才出来，伊差不多是爱搁改伊的班机，但是伊犹原先去到机场，无拍算这个机场内底，这个航空公司甲伊讲：某咪人，你的班机会延迟起飞。原来上帝的手已经伫咧中间。要帮助伊，互伊顺利坐去这个飞机，因为伊的报告的慢的时间都会当下伫伊这个班机的延迟，所以伊嘛顺利坐去哩这个班机回来台湾。这拢是特殊的恩典，只有相信上帝的人，你才看有上帝的作为，你才知影上帝确实是全能的上帝。传道书3章第1节讲：天下万事拢有伊的定期，拢有上帝特殊的时间。以马内利，全能的上帝，不只是安尼，伊个非常的疼咱，伊要诚做咱永远的老爸，要甲咱做伙。上帝不但是非常有能力的上帝，伊会当行神迹，伊有聪明策略，有更较好的消息
是伊愿意成做咱永远的老爸，伊愿意跟咱有关系。我毋知影你伫即个世间是毋是捌拄过？你想要跟什么人做朋友？但是对方无一定要想要跟你做朋友。我捌，我有这个经验。但是今仔日这个大好消息是要讲，这位伟大的上帝，凭你想要熟悉迄个人，更较伟大，更较有能力。上重要的是，伊听你，听你到为着你来出世，为着要洗清你的罪，伊要做你永远的老爸。伊永远袂拒绝你，袂放杀你。就亲像以赛亚书49章15节安尼讲：妇人人减会袂记节，家己食年的婴，无怜悯伊所生的囝。因减菜有袂记伫咧，总是我无袂记伫你。这经文甲咱讲，就算是有老爸老母袂记即家己的囝儿，但是上帝伊永远袂记即咱，伊袂放杀咱。上帝要无条件来听咱每一个人，伊嘛知影咱的一生有辛苦的所在，伊要使咱有勇气和气力去行头前的路站，甚至原谅咱的是大人，并且要互咱会当去体谅是大人，嘛是有伊无法度讲的苦衷。我看到真侪见证，拢因为上帝的改变，互因重新享受天伦之乐。今仔日天父要甲咱讲，伊的补满逐个囡仔迄个心内父母欠缺的所在，因为无一个老爸老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伊要做咱永远的天父。当咱若承认伊是咱的天父，伊就要成做咱永远的保护。因为老爸永远就是一个保护者，伊有迄个气力。有会当供应咱，所以这老爸的意义，搁还是伊是强壮可以保护的。最近我关怀咱教会一个姊妹80岁，伊讲伊的老母要生伊的时阵已经是第9胎，所以伊的老母真无想要甲伊生落来，一直食中药，想要看会上个流产呗。总是上帝留伊的性命。互伊出世的第8日，伊的阿公阿嬷来甲伊看，伊的目睭一铁开，因为伊足古锥的，伊到80岁嘛，要阁足古锥足水的。伊的阿嬷就非常的意爱，就甲伊的老母讲：这个囡仔我要饲，这个囡仔我要爱，就安尼甲伊带转去饲。所以伊甲我讲：我的老爸老母无爱我。但是上帝透过我的阿公阿嬷养饲我，伊感谢天父，成做伊的老爸。伊讲伊虽然一个人大，但是伊生活非常的快乐，因为伊有学弹琴，音乐老师，伊逐日拢唱50首的诗歌，来帮助伊的记忆。虽然已经80岁啊。伊讲伊若唱到第一句落去，伊就紧转来献伊的诗歌本，佮再甲背好起来。伊讲这50首歌拢是全选照，伊一粒拢袂当甲伊拍甲落去。伊讲伊逐日拢咧听候，要转去天父遐，所以每一个暗时困的时，拢是甲上帝祈祷讲。我希望我困的时目睭闭闭，
但是当我若目睭开开的时，我就会当看到主耶稣。安尼我就知影讲，我等于个天父遐。伊嘛爱我伫咧伊的生日，我甲伊关怀的时，安尼来为伊祈祷祝福。牧师常常伫咧关心会友的时阵，就互会友来鼓励着我，非常的感动。伊确实是对主耶稣的人，伊信耶稣，信甲遮尔啊勇敢。就算伊家己一个人住，伊都袂惊吓。牧师嘛期待咱在座每一个兄弟，无论你几岁，你拢会当亲像这位姊妹安尼，永远无感觉孤单。伊甲我讲，因为耶稣能跟我做伙呢，耶稣跟我做伙，我足欢喜的呢。伊讲伊嘛袂惊，虽然伊嘛要住院住要几个月。但是伊毋惊，伊讲如果离开这个世界，伊就等于上帝遐。所以知影咱家己是天父所疼的囝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念。不管别人安怎看你，你爱知影你伫上帝的目睭内底，就是迄个特殊、独一无二的人。咱伫这个世界拥有更较侪的头衔，或者是金钱，或者是权力地位，到尾咱拢爱去上帝遐。去到上帝遐的时阵，咱拢敢若剩一个称呼，这个称呼就是上帝的囝儿。上帝不只要做咱的老爸，伊嘛是和平的人君。和平其实有真侪的意思、意义伫咧内面，确实是一切拢按平安开始，会当得到这个福气。伊就是和平的意思，就是完全、安康、健康、欢迎、兴盛、平静、安宁、满足、和睦、友好的意思。这个和平毋是伫外口咱看到的世界，是记咱人的内心。咱的人，咱有满足无？咱有知足、有感恩无？有和平伫咱的内面无？咱家己爱先跟家己和好，你才有法度跟别人和好，甚至到家庭、到社会、国家、到世界的和平。基督耶稣来要拯救咱这个人。伫新约嘛讲，伊的名耶稣的意思，就是要将人按罪内底救出来。因为罪会带互咱的良心不安，更较严重，罪是互咱跟上帝完全隔离。耶稣来到世间，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亲像咱啊，无介意咱家己。无接纳咱家己，其实咱嘛是咧犯罪，因为咱无认同上帝伊的创造。相反，咱若无介意别人，咱嘛是无尊重上帝的创造。基督徒是无意爱犯罪这个行为，但是咱确实爱去爱犯罪行为迄个人，咱爱甲犯罪的行为甲人分开。安尼咱才有法度去传福音，因为人拢犯了罪，咱爱想办法去帮助遐的兄弟姊妹，转来咱上帝的厝，搁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一个人若伫咧做生活久啊，伊就亲像除臭之夫，伫咧臭味内底生活久啊，你真正会无感觉有迄个味。就亲像有的人厝里因闹饲一寡动物，佮无甲伊好好甲伊整理，真正久啊，伊的厝里会有一个味，但是伊家己可能久啊袂感觉。直到有人愿意甲咱讲的时候，咱才会知。相反，咱伫一个教会久啊，
咱是毋是嘛有相款的盲点，看袂清楚咱家己的问题？咱爱好好伫咧年底这个时阵，深深来反省，什么是属于咱个人的罪？什么又阁是属于团体的罪？罪恶会互人的心袂平静，因为真侪人互诈骗集团所骗。当然，我毋是讲所有的哄骗的拢是罪人，其实有的人是心内较善良单纯吼，无知识哄骗的。但是有的人伊哄骗，就是亲像伊过去收了无应该收的钱，伊心内无平安。若是接到有人讲自称伊家己是检察官的时，伊就惊到啊！安尼，互诈骗集团一嗅到味道的时，伊就来甲你威胁。佮亲像有的人，伊若啉酒醉，或者是有食毒品、摕毒品，还是枪，伊看到警察，伊就想要走啊！伊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基督徒爱对歹的代志厌恶，爱对正确的代志来欢喜做，因为若无圣洁，咱是无法度见到上帝。2000几年前，小小主耶稣是安尼为着疼咱来出世，为着要救赎咱一个好的礼物，赏赐予咱。所以为什么咱伫咧遮欢喜咧庆祝圣诞节？是因为咱得到这个救赎，毋是讲因为咱会当受到偌尔济礼物。其实上介好的礼物，就是咱的主耶稣，伊有咱人生一切答案。主耶稣嘛愿意住伫咱的心内底，迄位以马内利的上帝。以马内利就是上帝要跟咱同在。伊是智慧的牧师，有能力的上帝，是永远的老爸，是咱永远的老爸，佮是赐下平安、健康、丰盛的上帝。咱有这位充满疼的上帝要跟咱伫地，咱应该爱勇敢，毋免惊。安尼一个好消息，咱嘛爱传互教会外口，也无熟悉主，也咧惊吓毋知无做的人。互因有一点嘛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咱教会有设计大道祝福卡，会当帮助咱去传福音。因为每年咱是要庆祝相连教会设到110年，互咱会当伫福音顶头来努力来行福音的节。咱会当带一张祈祷卡回去。真简单，一礼拜为两位还未信主的厝里的人，或者是朋友来提名祈祷，特别将伊的名写落来，才有一个demo 的哈喜欢。以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中唯一的主，一年内以3种行动。代祷、关怀及陪伴，影响身边2个人。一年4季共52周，每季3个月。除了日常的祷告、参与中保代祷之外，配合双联人关怀1、2、3，鼓励每周至少为2位慕道友代祷。让我们在迈入社教110周年之时，我们能为超过110人次的慕道友代祷为目标，年底为主献上成果，每一季得祝福信心。所以呢，伫咧咱为祈祷的上时，咱有哪上好。爱敲一下电话关心伊，也是或者是请伊去食一下饭。更重要是甲伊讲你的见证，吼，讲上帝是安怎看你以马内利的同在的见证，互伊会当听到你的见证，或者是你嘛会当讲别人的见证，互伊听，
互伊会当认捌即个上帝。那安尼3个月一季，伊就会当得到1粒星，累积甲一个数目，伊就会当换礼物吼。上大的礼物其实是上帝欢喜吼，因为上帝希望咱万人拢得救，伊无爱一个人沉沦吼。如果你若愿意为遐未信者来祈祷的人，你等者会当去甲林干事吼，摕一张卡片来为遐人祈祷，甲伊写起来为求主会当陪伴遐未信者的心，互因真紧会当成做咱属灵家来厝内的人吼，咱三个来祈祷。感谢主耶稣，你为阮来生，特别伫这圣诞的节期，互阮搁较侪少年上帝，你伫阮一生中是安那咧引带阮、安慰阮、扶持阮。感谢你为着阮所付出一切的辛苦，愿阮嘛会当学习耶稣基督的付出，甚至你拼命来救阮。阮虽然无法度做甲遮尔啊多，总是阮嘛愿意奉献一寡家己的金钱帮赞送向的人。阮嘛愿意用一寡时间去关怀年长、孤单、病痛、灰心失志的人。恳求圣神常常来感动阮、引带阮，互阮知影，阮要安怎做，才会当互主耶稣的好去互别人看见，互主耶稣的真光也对阮的心上照光，伫个黑暗、寂寞、孤单的人，将这以马内利的好消息传互身边每一个需要的人。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